主后2025年10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好喙三炕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提多书第2章第10到第1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提多书第2章。总是你的教导着符合健全的教义。着劝老人爱节制，有好品格、守纪，着有健全的信心、疼心、甲耐心。你嘛着安尼劝老妇人行为谨慎，毋通讲人的是非，毋通做酒的奴才，着用好模范教示人。则通训练少年妇人疼丈夫，甲疼囝儿。搁着守纪、贞洁、熬理家、亲切、顺服丈夫，上帝的道理才袂受诽谤。亲像安尼，你嘛着苦劝少年查甫人守纪。你家己凡事着有好行为，做好模范，诚恳稳重教示人。言辞端正，无通指责，互反对的人无通讲咱的歹话，家己煞感觉见笑。做奴隶着顺服家己的主人，事事互因欢喜，毋通应喙应舌，毋通偷摕，着事事忠实良善，互咱的救主上帝教示，伫逐方面拢搁较有光彩。好喙三炕，用善意的言论开导，鼓励别人为之劝。自细汉，我的爸母就劝我，毋通讲白贼，毋通甲人冤家，爱用功读册，对别人爱有礼貌。读高中的时，我是读后段班，当老师互称作是牛头班。师长定定劝阮毋通食薰，毋通伫外面甲人冤，也是甲人相拍，爱培养一技之长。成人之后，有机会做人老爸含做教导者，才深刻体会劝人的工作，并毋是简单容易的代志。着用什么态度劝？劝说的内容是毋是合宜？要安怎劝才会当发挥效果？这个若是做袂好，劝人不成反转，落人口实，干那会晓讲，家己袂晓做。西汉时期，宣帝任命姜遂担任渤海郡太守。姜遂看见境内治安紊乱，人民爱享受，搁毋爱讨趁，就亲自勤劳工作，搁劝导居民种田、饲牛仔、开垦、种树、种菜，鼓励饲鸡饲猪。看见有人随身带刀械防身，就劝诫：为什么甲通换做牛仔的刀剑带踮身躯，去变卖兵器，买牛犁田？姜遂时常下乡武化劳苦民众，年久月深以后，田地有所收成，人民的生活富足，带动社会祥和，精力生上之事也渐渐消失。姜遂的作为对当当时的政局民情影响极深，姜遂劝农的典故流传到今。初代教会时期，克里特人被认为是贪婪、白贼、贫惰的民族，因为安尼，保罗伫这段经文一连4遍使用劝，反复提到爱劝年长的信徒严肃有好的品行，
劝年老的妇女行为谨慎，毋通玩弄是非，爱做好的模样。劝少年人爱管束家己，劝做奴仆的着服从主人，讨主人的欢喜。劝人的言论必须立基伫健全的教义，动机是免得上帝的道受诽谤，目的是要互对敌找袂到错误，感觉见笑，互有关救主上帝的教义更较受尊重。保罗搁再提醒提到，无论伫什么代志的顶面，拢爱有好行为，做别人的模范。除了各地爱劝导的对象，甲信仰的财物以外，保罗特别指示提到爱以身作则，做人爱诚恳、严肃，言语适当，互人无通批评犯捙。保罗这番话显出劝人的最佳态度。保罗对提到一再叮咛，是讲的比做较容易是无，并毋是安尼。保罗捌伫哥林多后书11章第20节讲：我听恁亲像上帝，听恁听甲要去怨妒，因为恁亲像纯洁的在色女，我将恁配互一个丈夫，就是基督。保罗深切爱护信徒，希望因的信仰无受污染。伊反复提到对克里特信徒的劝导，就亲像伊亲自劝导因共款。保罗爱提到对人好话相劝，是劝和、劝善、搁苦劝，也劝也训，用言语和自身的模范来感化。保罗的语中心肠，拄好诚侪各阶层的治理者、教育者和助人工作者最好的示范。默想观察家庭、教会这场社会的领导者，拢安怎劝人为善？我劝人的时有好的态度无？观察家庭、教会这场社会的领导者，拢安怎劝人为善？我劝人的时有好的态度无？咱来祈祷，主耶稣，祈求你，互我有受教的心，教导我出于敬神听人的动机，用合宜的态度劝人归主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